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。今日同大家參觀嘅單位呢，就馬鞍山新鴻基屋苑雅典居。今日參觀嘅單位呢，係實用面積去到874尺，3房套廁間隔，仲有個多用途房間。相信大家如果留意緊市場狀況呢，知道新鴻基喺附近有個全新屋苑。但如果揾緊呢啲比較大少少嘅3房套廁單位呢，不妨參考比較埋以下呢個單位喎。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單位先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呢個單位呢，馬鞍山新鴻基屋苑雅典居。入到玄關，大家睇到啦，呢個單位裝修呢都 keep 住好新淨，實用面積去到874尺，3房間隔，連多用途房嘅。咁我哋首先睇咗一個咁靚嘅海景先，喺客飯廳望出去嘅景觀呢，穿過對面 YMCA 個度假村，然後就望到一個好遠、好靚、遼闊海景同埋八仙嶺。今日天氣好好啊，繼續出發啦。客飯廳呢屬於傳統開式，左右兩邊開啦。同埋其實呢，我企喺呢個位置，放梳化位置呢個位啦。望出去景觀呢，就係頭先望到個遼闊海景㗎啦。咁我哋入去睡房區睇睇個間隔啊。首先睇到第一個浴室，呢個浴室呢都係做咗旗杆。第一間睡房。呢個單位呢個特色，3間睡房同客廳同向，都係望住海景嘅。而家我靠牆邊呢個位置，大家可以望清楚個 size， 放到雙人床之餘呢，亦都可以利用空間擺到一個衣櫃位，同埋窗呢好闊啊，上下2排窗，咁採光度非常之好。去第2間睡房啦。同樣都係四四正正，上下2排窗。我哋睇埋個主人套房先。喺門後邊呢，本身都預留咗一個衣櫃位嘅，而家就做咗一個趟門衣櫃啦。其實都好大空間喺度。咁個套廁呢就變咗，而家將個間隔牆打造一個玻璃牆咁樣啦，沖住涼都可以享受個咁靚嘅海景。我哋睇睇個睡房位置，而家我哋企喺呢個位啦，望出去就係一個好特色嘅弧形大窗。我哋可以呢個位置啦，擺放一張大嘅雙人床，然後就可以enjoy住一個270度嘅無敵大海景啦。海景仲非常之闊落，除咗望到呢個望到好遠科學園八仙嶺海景，然後一路可以望到去迎海嗰邊。我哋睇埋個廚房。多用途房呢，就開咗喺呢一度位置啦，咁相信之前係俾工人姐姐用㗎啦。廚房空間都夠，台面啦同埋儲物櫃都夠晒，同樣都係 keep 得好新。大家睇咗呢個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歡迎隨時留言話我知啊！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樓盤1手、2手最新資訊，隨時聯絡我 Joyce 喎，俾翻資料俾大家參考比較翻。期待下次同大家一齊睇樓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